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来嘅节目。哇，今届裏邊都冇強容，今日實界東西咪都冇強容哦。大家上下到台灣兩隻地方，其實有一啲講一啲客家人，不過其實咧，你係一隻多年族群融合嘅地方，所以當到冇強嘅人，冇強嘅族群到兩隻地方做兩片土地。今日嚟到呢邊咧，大家咧上界係一隻平台哦。呢隻平台咧係做啲簡單嚟講，做啲提數當到嘅義工嘅朋友嚟到兩邊嘅穿條路。而家物嘅平台，又有物嘅故事，仲係受嘅啲咧，大家咧分享啲見解裏邊，一開始咧分享嘅係 VIPT 平台嘅創辦人莊榮正，歡迎。大家好，我是 VIPT 創辦人莊榮正。歡迎歡迎。謝謝主持人。聽你嚟分享嘅係哪位嘅創辦人哦？佢係啲咩啲嘅客家人經驗。大家好，係黑經驗。我是紀元，我也是 Hello Finland 的總編輯，那現在是 VIP Job 的 partner 伙伴。歡迎歡迎。聽你咧分享嘅係啲類似越南嘅朋友哦，然後佢哋下讀啲嘅台灣嘅係讀中文嘅係馬莎咧客氏莊，歡迎。請教各位觀眾，都在哪個地方？大家好，我叫客氏莊，我現在是就讀中原大學原治大學的。原治大學的中語系，很好，因為剛剛可能是我不小心害他講錯，有嗎？因為原治大學跟中原大學很近，對不對？那你有沒有常常去中原大學？你看我講錯，中原大學的夜市吃東西。我在那邊住。哦，你住在那邊是不是？所以難怪會不小心講成中原大學。住中原念原治。啊，對，住在中原大學附近念原治大學，不過那個很近啊，很近，所以今天很開心，昨天有請到三位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不過說真的，這樣的組成好特別哦。第一，我們有一個來自於越南的朋友；第二，有兩個看起來很正經的年輕人，對不對？很熱血、很有想法、很有抱負的年輕人。然後，而且記得我都會少改個時間，又是說，我是 VIPT 平台的創辦人，大家就會聽不懂這是什麼東西。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平台，好不好？好。那其實 VIPT 這個平台呢，它先講它的名字。VIPT 的意思就是美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跟 Thailand。那所以就是越南、對，越南、印尼，還有菲律賓，還有泰國。對。那所以說，那因為現在目前其實有將近70萬的東南亞的外籍移工在台灣工作。那其實因為我們在桃園，那因為我們是來自桃園。那桃園市是目前現在全國最多外籍移工的地方，它將近目前大概是有11、12萬人左右。那所以說呢，其實我們桃園市的市長也常常在講說 VIPT 是 VIP for 桃園的意思。對，剛剛好按度好，對不對？好 VIP for 桃園啊。對，那所以說我們這個平台呢，其實當初在一開始的構想跟規劃，是希望可以幫助我們在台灣這些東南亞的朋友，是不管您是來這邊工作，還是說是新住民，對，因為現在新住民在全桃園市也是第二多的人口，那第一多的人口是在新北跟雙北，這邊他們人口是最多的，對，那所以說我們其實當初就在設想說，這一些人來到台灣之後，他可能會有一些。因為他們一定沒有辦法，就是他們來到台灣之後，他們看不懂中文，跟也不會閱讀中文的這個能力。他們頂多就時間長了，時間久了，我們可能就是在溝通上面是沒有問題的。所以說那時候我們就在思考說，是不是可以幫他們做一些什麼？那所以說那時候我們就希望就覺得，好，是不是可以從他們在找工作這個地方先做起？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外籍勞工他們可能在國外必須要透過中介公司來到我們台灣工作嘛，那可是，是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法令它有做一些調整，然後它也友善了這些外籍移工的這個就業的一些條件。以前是外籍勞工來台灣工作3年，他必須要離開台灣1天嘛。那因為這個就業服法第52條它修改了之後，他們就沒有這個限制規定，一定說你在台灣工作期滿3年，必須一定要離開台灣1天。現在沒有了，現在沒有這個規定了。
那所以说，在这一个政策下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刚好也在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这个平台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让这些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让这些外籍移工可以像我们台湾人一样，我们使用这个人力银行的这个网站啊，找工作的模式是一样的。对，因为从你读推翻青条路改世界可能动动你亚地，我们会透过104，对不对？然后我们会透过很多的平台去丢履历表啊，然后以青条路，然后人家通知我们，我们就去面试，对不对？哈。不过刚才你说到，就一开始的时候是，比如像学中文啦，协助大家。阿庄，你一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会中文吗？一开始，因为你现在念中文研究所，对不对？刚才对，那你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就会了吗？还是你在越南的时候有先学过中文？我在越南大学就读中文系。所以中文很厉害哈！我要再回溯一下，那你在大学读中文系之前会中文吗？不会。所以那你现在可以这样说，你真的是从大学开始念，然后到台湾这样念，你就可以说得这么好。对，我们真的很惭愧，我们国小念英文硬被逼去补习班，国中硬被逼去念英文，对，高中还要考大学，大学还要被逼念英文，英文也没有很好，现在是吧？还是诸位英文很好？还好，没有。我想分享的事情是，的确，因为你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去生活的时候，语言是很重要的。可是大家会问一个比较好 tip 感问题是什么？就如同你说的，我们已经有中介啦，我们不熟悉嘛，我们台湾已经有啦，我们看到很多的移工是透过我们想象中的中介来到这边。那你们跟别的中介，我有什么不一样？那你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对不对？这很关键。对，其实应该说，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友善的这个环境给他们，因为其实现在整个东南亚国家不是只有台湾才需要用到这些外籍移工的这个需求，您包括像现在日本，包括像中国大陆这一边，其实光是今年他们就开放了大概两个地方加起来大概就开放了将近70到80万的这个人力需求，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上面。那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台湾未来可能5到10年之后，可能连外籍劳工都不太愿意来台湾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些比较传统产业的这一些基层的这些人力的时候，我们的劳动需求，对劳动需求我们会现在变成是说，我们现在连找这样的人力需求，我们都要跟邻近的国家做竞争。所以说，我们可能必须要去创造一些我们台湾的优势啦。那可能因为台湾就刚主持人您讲的也没有错，我们现在那个外籍劳工，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大概25个年头嘛，台湾现在也才大概108年，将近是陪我们大概是1/4的这个年头可是我们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去改变很多啦，但是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可以让他们未来在台湾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是跟我们台湾人一样，他们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在于这个资讯的这个公开全部都是中文，他们看不懂。如果今天他们看得懂，其实他们也不需要透过中介啊，他们可以自己来找工作，是这样 OK 所以其实你们有一个这样的平台，那你们会协助，因为你刚刚说都中文，所以你们会协助他们在履历方面的需求吗？对，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它有转换语言的功能。就举例，不管你是用泰文，还是用越文，还是用英文，还是用印尼文，你在上面编辑你的个人的履历的时候，它可以都会有中文的。它都可以转换成中文。就举例，我是雇主，但是我看到的都是中文的。那我今天是用中文去刊登这样的一个工作资讯，但我可以同时发布成粤语的、泰语的跟印尼语的。哇，好棒或跟英文这样子。而且你们是不是也会提手记得拍一些履历的介绍？对，我们会就是说辅导他们，就是说，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写你的自传的时候，很简单啊，你拍 video 介绍你自己嘛，你可以用很活泼，还是用很专业的，其实你要让人家更认识你，因为其实这些，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这一些家庭的雇主啊，或者是一些企业，其实他们也想要找到这一些人，只是他也碍于说，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我要去哪里找，茫茫人海中，对不对？而且我也要找跟我有缘分，对不对？然后我也想知道他，就像我们找房子嘛，总是要看他的是不是我们的需求嘛，对不对？所以阿庄也是怎么样的机缘会在这个平台服务？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或机会
对，会在这里一起跟他们工作。讲起来应该很巧吧？那时候我是刚来台湾，好像是1年多吧。然后就刚巧有一次就是那个就业博览会，然后我就请朋友帮忙就丢履历。然后刚好那个庄先生这边有收到履历，然后他就跟我联系，然后去跟他谈。然后他约我之前有一个中介公司来找我，可是我就拒绝了做。然后后来就跟他谈，他有提出一个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说他是身为一个台湾人，他可以对我们那个越南人这样的一个好的想法，我觉得我没办法，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就没有做的。对。所以阿庄也是很热情哈，所以他也是很热情，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他自己来自于越南，在这边读中文，但他觉得，也许加入这边，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可能来自于越南的朋友，想要在这里找工作，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友善的平台，对嘛？好，是这样，对。那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平台，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就说跟他们一起努力多久了？有时间？跟公司的成立的时间一样，差不多，2年多了。公司多久他就来多久。所以是元老级，是不是？对。所以今天台尬臭豆俩片都会年老级给，就是，所以其实纪元也是因为跟他们，你会怎么样会有一起？我比较特别，我原本是做在台湾的东南亚，就是越南杂志，我们是第一个在做这个越南媒体专职的。对，那时候是刚好来采访永贞哥。对，我们来采访 VIP Job。那后来采访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聊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觉得很认同他们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我们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把台湾的这些资讯，能够更清楚的让这些东南亚朋友们能够知道。对，哇，太棒了哈！哇，豆大汉又马个很好多个故事，然后自信，然后大家咧分享咧聊下，等下常常咧讲。今日当番伊就咧绕墙道，哇！一群后生人吼，其实专门做系，你讲义工、轻铁路偏推介、安样一改，你做这样的一个团队，好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时候团节目又讲到哇，你是就是负责这一。对，我刚刚公告改西跟又打开来看一下，就是里面有中文，当然嘛哈，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朋友都可以看。但是有另外一半是越南文，对，越南文，我们是中越对照的。好，你摸越南给越南文吗？还基础的还可以。你知道你给客家话较好，也是越南文较好。可能越南文。按我中文的哈，你要一起并进啊！你要同阿公阿婆还有爸爸妈妈学一些客家话。你们看嘛，你越南文都可以学得很好的话，客家话要走对金谱，对不对？对。你真的都听得懂我的客家话？听得懂。哇，你真的不错我中立人啊，中立人最多就是客家人。对。真的。顾总，你看那越南文你要不会一起写黑吗？会哈。对，看比较不会，讲听是可以的，一点点基础的啦。所以那。阿庄，你住在中原大学那边，提供总啦，给朋友亲都给客家，你知道客家人吼，就有。那你有听过客家话吗？有吧？因为我刚就有讲，都有听。有。你有没有觉得也蛮有趣的？以后记中文以后，有没有想要学第二种语言？就客家话也可以学一下。我刚来就蛮喜欢学台语的。也不错，对不对哈？先学中文，然后台语、客语一起，你们在这个土地里面本来就是很多语言一起存在的嘛。对，我觉得多学会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流。对，像我给客家话，我没有慢慢进步，等到我客家话较进步过后，我没学完以后嘛该泰语啊、越南语，而且我跟阿唐给阿庄分享越南语，我觉得没有很难的样子。轻简单，不会，而且听起来好好听哦，觉得好像软软的，有没有？那个语言软软的，所以大家好怎么讲？他来个今早嘛，因为短一点的，今早那个我就会今早，对，他突然讲很长，我就说好今早，因为就是大家可以多学习这样语言，就多一个交流，对，所以为什么？因为讲到这本杂志就有不同的语言，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服务，其实我们蛮多读者，新住民的读者，他其实也是嫁到的所谓的越南庄，客家庄，对不起，客家庄的地方，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听一些客家电台，
或者是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客家的节目。真的假的？真的哦，大家桃竹苗很多。好，所以一样嘛，所以这本杂志其实也可以服务很多我们的移工朋友嘛，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到台湾现在，因为你说到桃园，像在桃园呐，后面有很多像书店。像灿烂时光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书店，其实里面都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服务我们移工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书店。阿庄有去吼？有去过，好险，很怕一问阿庄说哦，我没去过哦。对，其实这很棒，所以其实我们慢慢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杂志存在，其实是很棒的。我觉得可以增进很多在这里生活的一种归属感。对不对？然后一种交流，然后更多的生活在这边，而不是只是工作这样子，对不对？这是一种感觉。好，所以这是纪元这个现在在努力的部分，对不对？对。好，那所以可是回到你们的平台，是，你们可以协助大家写履历啊或什么。不过说真的，你要如何取得移工对你的信任？对。其实。坦白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蛮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中介公司，是骗他们，然后可能要收他们的资料啊什么。那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就去参与他们很多的活动，然后让他们认识我们。那甚至是我们一开始是先从那个足球比赛，透过足球跟他们慢慢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所以我们办了第一次的足球之后，那一次之后就开始。就好嘛，就糟糕，就一连串的，不管哪一个国籍的外劳工，现在要比赛、踢足球，什么都一定都是找我们。可能不管是借场地啦，还是跟政府申请一些补助金啊，什么，然后还是说做一些文宣广告啊之类的。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就会义务的去帮助协助他们，连这些我们都要去协助他们。我知道，就很像里长有没有很热心的服务很多那个里民服务给港狗还爱你。对，不过说真的，泰卡扣的唔低哦。其实青头跟移工东南亚的朋友们在这边，其实他们生活踢足球会一天轻松有个事情，对不对？足球大家都会踢足球，真的，因为有时候我在校园里面或是什么，我发现他们都在那边踢足球，然后一年下来，你要不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一年哈瑞他们有非常多的足球比赛。对，大概如果说他们其实有一个特别，就是比如说像越南，对，他越南有个同乡，在宝岛牵手同乡会，牵手，对，就是这些越南的外籍工，他们自己组成的，现在目前一共有好像22还是23个同乡会，他们就是比如说广宁省啊、北江省啊，这些他们就是自己一个省组成一个球队，他们一年大概会踢到大概在5场以上。那泰国的朋友呢，就他们也会大概。他们的5人制跟7人制他们现在已经有具体的联盟跟联赛，而且是跟台湾人一起踢的。这个我知道，因为你刚刚说5场嘛，因为据我了解，他们一年好多场，而且正式比赛或是平常练习有没有？因为那个太多了，几乎他们假日不是去踢球就是干嘛？我讲是比较正式那种大型的那种。如果说全部加起来的话，其实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在踢啦。对，最近他们整个越南同乡会又开始在办了。然后泰国的已经在踢了，对，所以阿庄有很了解嘛？刚才他讲踢足球这个，对，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因为我们又办了2次，当初公司一开始的时候有办1次嘛，是，所以然后再来就是去年嘛，去年那一次是我们是主办是承办嘛，对，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我们来负责的，是对，那时候公司。那个，因为工作量蛮多的，然后负责那个足球赛的工作越来越多，然后就是那时候蛮累的，只是说，可以为大家做的事情蛮开心的。对，他其实说起来都是累了。我怎么觉得他演公爹、公分还有嘎滴其实蛮累的，工作蛮多的。对，因为其实这个要另外去提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是。大概应该是全台湾第一次办这个多国不同国籍的联赛，而且我们还邀请了中原大学、中央大学跟原治大学的足球队，所以这里面包括了有日本人、香港人、非洲人，然后非洲就好几个国家。香港人真的很多，对，我经过的时候，除了东南亚的朋友们，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们一起踢足球。没错。然后我们这一次好像是几队？16队对。再加上我们自己跟菲律宾组成的2队，的这样一共是18队，再加上中原大学、原治大学跟那个中央大学，20几队
在踢这个。你们真的是联盟哎，好多哦。对，那个时候是越南的有6队嘛，对不对？泰国的4队，印尼的4队，然后台非那个杂牌军就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有加入去踢了2场这个示范赛。你有赢过吗？我坦白说，那球刚好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惯性手就去挡了一下，我才不到20秒嘛就被吹犯规了，因为我们不会踢，但我们只是去想要跟他们一起去气氛，其实也是对，因为其实泰卡扣点会兄我们分享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接近、取得信任、大家交朋友，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联谊跟互动。一直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其实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台湾有这么多的移工朋友在这边，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其实可以很放松的一个生活圈，或者是一个生活娱乐的一个方式。对，慢慢的将这样的一个网络变得更密集，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的相处也变得更连结、更紧密，就会按用给杠够。所以，那像阿庄你。中文念完之后，你会想会留下来，想要留下来的在这边工作吗？会吗？我应该会回国吧。是，对。那你回去会想要教中文，还是？我觉得那个选择性蛮多的。哦，真的。对，那你们好好把握一下哦，等到他没有，他是回越南，你们就会少掉。我是叫他回去，在那边帮我们把公司在那边成立一个分部，是不是？公司在那边。对，那泰卡就会提说，为什么要有分部？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想协助两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那个阿庄他未来回去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台商。因为政府也在讲新南向嘛，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或者是 start up， 其实我们希望是他们的有这个需求在越南当地那边接地气，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当地有一些可能是中文系的学生，或者是一些英文，然后是这个资讯背景的，还是一些技术背景的人才，那可以在那边让我们台湾可能在我还没有过去之前，我可能就可以先培训一些干部，还是说我们在当地那边有一些可以跟他们当地的企业，还是一些新创，可以做一些连接的部分。所以其实两边都一样嘛，所以这都是找工作的平台，在那边也许也可以服务台商，他们在找人的时候也不会茫茫人海不知道怎么找，好像要透过以前古时候的方式，透过亲朋好友东问西问，我们就是直接建立一个很周延的平台，就可以让大家找，对不对？对。费用呢？费用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当初在设定的时候是，60天送30天，对，2000块台币。哦，是雇主付。对，雇主。好，哇，所以都透明化了。都透明了。其实它就是说，求职者，不管你是哪一国的求职者，你的身份是留学生还是移工，还是台湾人还是谁，你只要，反正你就是自己去跟企业应征。其实很便宜耶。对不对？对，你刚说60天送30天，所以其实就是然后他就是刊登一个招募的征才的这个资讯，是，然后是2000块台币，然后如果说是3折的话是5500。那你们现在在这个平台使用求职的人多不多？其实蛮多的，蛮多的哈。不过我们这里面都是会中文的东南亚人。哦，对了。其实没有什么台湾人在里面啊，有的话有台湾人的话，也是在越南当地的，就已经在外面工作的台湾人。对，台湾人也有，是，对，比较少。哇，他记得讲起来其实挺有意思哦，还有嘛改的聊哈，你等下怎么来讲？咱哋就在绕墙道一群后生人在扫街，佢都中啦，突然中啦，就在提供新的界、创的界，伊在安用界平台，就在同青岛嘅好朋友来找工作这样子。不过讲过嘅时节同期都大追顾，他们说其实你客家话讲得清好没有啦，就是常常讲完之后，人家都会跟我说你是讲很多，你是讲很多就会客家话，因为在中立真的家做在糖豆、青豆给你讲客家话。对。我会吃到真嘅，有时候迄讲我走在给中辣给路红嘅时节，迄讲做在糖豆、青豆给老人家用客家话大嘴鼓嘅时节。
我现在讲的是真紧哦，还会吃到情感痛，因为我会担心，对，我真的会担心10年后、20年后、30年过后，我行啲种那个路风就无人讲客家话，不过可能给平时有青岛给嘛该越南话啦、泰语啊，哈，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跟珍惜的事情，哈，对，所以。今年给客家话，你当然是唔够，就会慢慢的讲，从冇吼，对，哇，太棒了，没关系。不过根本你按到嘅朋友来到亚片，其实就会大家来交朋友哈，分享青岛嘅知识。而且阿庄很厉害呢，爱讲客家话嘅事情，阿庄也一直点头，阿庄好像快要听得懂的样子，从冇？会猜，会猜，其实这就是学语言的第一步。因为他们其实越南语有一些发音跟客家话蛮像的，对，真的，还有广东台语蛮像的哦，真的，你要分享一句很像的吗？很像的吗？好像是我那时候有看一本书，上面写的台语好像是政治，不是念什么禁治定低，那我们越南语叫经济。你们经济也是政治的意思吗？对，经济。好像哦。对，蛮像。还有奇怪啊，他们奇怪叫奇怪，就一模一样。客家话叫奇怪，我们叫奇怪，你们叫。奇怪，你看一样嘛，对，难怪我们会通，对，哇，学越南语应该感觉上很有希望的。因为就按言干不够，你学蛮多奇怪政治，按勇，对我先从谐音学起是真的，对。不过我们按勇给强松给大家追顾，其实同台家分享，你们有青岛给故事，有青岛给理也，比如像履历表，听说你们真的有义工自己寄履历表给公司，让公司吓一跳，黑吗？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平台还没有完全架设起来的初期，我们有一段是可以让移工先来写履历表的，然后他就来到我们那个 office 这边，来这边，然后我们那个阿庄他们啊，还有那个我们一些其他的同仁就帮忙协助他们写自传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写完之后呢，就到我们公司对面的那个邮局有没有去投那个邮筒，结果过没有几天，好像5天对不对？3到5天左右。说那个是一个高雄的企业，他收到他的履历表，打电话来问我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这个承接这个外籍移工啊？然后怎么说？因为你们这些事项都有接那个在那个就业服务这个外籍劳工转换系统上面都有揭露，只是因为都是中文的啦，他们就看不懂。那我们就是真的中文到底要给谁看啊？语言会奇怪。我现在想想这个逻辑很奇怪。很奇怪。你这种感觉，你就比如你要找中国华人，可是你全部都写我们不会的语言，我也不知道你在找我。对，所以说阿庄他们那时候其实花了蛮大量的时间，跟我们其他的同仁，我们的泰国的同仁、印尼的同仁。我们花了蛮大量的时间，把上面那边资料全部把它们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翻译成他们看得懂的。然后他就来我们这边写，然后就寄过去，然后雇主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一开始也觉得我们是诈骗集团，奇怪哦。他说因为那个大姐是那个南部人嘛，所以就是也是很豪爽的。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生意这么30几年我头一届收到迄外劳家己寄来的迄履历表对，所以说就是对他说他30几年第一次，然后收到台湾人的履历不奇怪，收到外国人那个外籍劳工的履历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他就真的觉得很特别，然后就跟我们聊了蛮久，然后后来就他也录取其中一个，然后再叫那其中一个再帮他介绍另外一个真的他又录取两位，哇，很棒，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什么新加坡的例子？还是新加坡这个是比较一个是我早期在从事那个人力公司的时候，人力中介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有做台湾人到新加坡去当幼教老师对，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工作选项。只是那个时候就刚好是遇到一个，我记得她一个妹妹，她是大4毕业嘛，然后她那时候就问了我，跟我们聊了很多的新加坡什么，那她其实可以从她这个话语间可以感觉她很憧憬到新加坡工作，然后她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去开眼界啊，然后是什么，可是最后她没有去成。他没有去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必须被台湾跟那个新加坡那边的人力公司，他必须要支付大概一个半月的这个薪水，他的那个薪资的这个中介费，那所以那个时候他后面，因为他就说哥哥，因为我们还要缴学贷啊，什么，他现在可能他说他要去哪里找这个将近快10万块台币的这些钱呢？是刚毕业的学生。是，所以其实
你这边也提到一个青创跟问题，就会讲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比较友善的平台，中介平台，就会引逼其实。过去20几年，当然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一直在改善，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个更友善的环境。可是当然还有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周全，还是非常的不周延。故说有青岛跟义工，其实勾了一个时间，他可能会签下很多给七嘎都宽姆是的一种合约，或是一些条件，然后有时候可能。要付很多的中介费用，你会发现，也许矮亚他供也不是，我现在讲的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的例子，但是曾经也有一些例子是，你可能连赚的钱你要花你赚前期所穿透给钱工，你要把那些大量的钱都去支付那些中介的费用，对，这些例子还是会存在的，对。不过现在是比较已经好很多了，比较透明一些了啦，透明化。但是你说，其实台湾它可能有一些部分中介公司它的存在还是有其必要性跟它的存在性。那只是说，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去取代中介还是什么，那其实也不太可能。我们只是就是希望说，至少我们照顾目前现在在我们台湾的这一群人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靠他们来帮我们建设起来。那甚至说他当他要返回国家的时候，还可以再透过我们的平台找到跟台湾的当地的这个台商的企业。去那边继续服务，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尤其是像我们现在那个，尤其是像台湾家庭的部分，因为你看，早期台湾的雇主在申请这个外籍劳工的时候，就是家庭看护、照顾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这一些，他是不用付钱，不用付给中介公司钱。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要付费，而且付大概我记得好像大概平均大概在2万多3万块这样左右吧。为什么？雇主付还是？对，雇主付。OK， 为什么？因为现在来源国，限制了很多东西，然后再来就他们现在选项也不是只有台湾一个，我们现在变成是，以前我们在一个家庭要请一个外籍劳工来照顾爸爸妈妈还是老人家的时候。我可以有5个履历表、10个履历表，现在不一样，你现在可能是3到5个雇主要去抢1个履历表，但是我们会有计算过，平均台湾大概有2000每个月平均大概2000到3000的这一些原本就在台湾工作的这一些家庭的看护的这个外籍劳工，他照顾爷爷奶奶或是阿公阿嬷或是病患的这一些，平均大概每个月大概有2000到3000人，他因为工作期满或者是有时候被照顾者年纪大了，往生了，或者是可能在跟这个原来的雇主可能工作上面不是那么愉快，然后他们被释放在台湾，等待找新的雇主。可是这些资讯没有台湾人，其实基本上没有台湾人会知道我要去哪里找，要去哪边找。没错。公司才发真也很按容易，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个工作暂时终止了，他想要找新的，他也不知道没有门路。对，如果说我是需要的家庭，两个唔第二批都那边都请，如果黑工有按容给平台勾黑，我们大家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你们上面会有一些资源，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你们好像还要办一些什么？活动是不是？你们有办？刚刚有讲足球嘛？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晚会啊？黑毛还有什么？对，就是因为其实他这些外籍朋友他们都很热情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有提一些企划，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帮他找看是政府这边还是说企业这一边。会有学中文课程吗？学中文课程其实我们之前有透过网络，YouTube， 然后阿忠他们就会自己还是那个。Facebook 的直播啊，去教他们一些那个简单的认字这个。那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要办这个到现场来上课这个因为台湾太多这种外籍劳工的朋友，他们分散的太多地方，然后再加上他们有时候加班比较多啦。了解，说共真啊，说真的，就是我们就是希望说，其实按钮给一片土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友善的一个环境，可以协助更多的朋友在这里，透过适当的管道找到适当的工作。对，所以节目时间进行得很快，剩下最后1分钟，有没有？阿忠有没有最后的话想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希望就是可以这个资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对，然后可以帮到更多的人，是，对。那纪元，我希望 FIPT 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能够在台湾除了服务更多东亚朋友以外，那也可以帮到我们往南向的这些台商朋友，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企业到那边去其实蛮辛苦的。
对，我们都单打独斗的。那我们有这样的资源，就不用像政府说的还要重新再培养什么这样新的语言人才了，因为这样其实蛮缓不济急的。真的，对，来，是，就没有，就一路走来嘛，对不对？当然中间挫折也是很多啦，时间很短哦，不能讲很长哦。不会，对，就是但是学习到也蛮多，那也结交到非常多的好朋友。你看我们现在到越南下龙湾去玩啊，我们原本在台湾工作的外劳，现在回去是做那个呢。你像我们要订船啊，还是要干嘛？没有船找他哦，人脉下变很广就对了。真的。现在到越南，我要到越南去哦，真的都有人约。对，所以亚哈黑公你会去越南就打电话给永正这边比较快。不过真的今天。请感谢大家的都亚天同大家的分享，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友善平台可以变得更好，对，还有提供服务更多的人，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早点好，谢谢大家，安子 C， 是梦好，乡亲朋友，希望基本上大家早点了解好，到收无动到，天天好的走人同流。